台灣花博會開幕，第一日7萬人入場。台灣籌備4年，耗資35億幾港元主辦嘅國際花卉博覽會，尋日開幕啦。第一日已經有7萬個觀眾入場。花博有32個國家、61個城市、90個機構參加。園區總面積達到91.8公頃，有超過3000萬朵花，仲有好多唔同國家風味嘅園區。花博仲大玩綠色智能高科技，夢想館裏面除咗呢個巨型花瓣，仲有光影幕牆，同埋識跟音樂喐動嘅燈籠。喺生活館亦都有表演。花博仲設立咗以鄧麗君為主題嘅名人館，裏面有40幾件鄧麗君嘅私人珍藏物件。花博亦都安排花車同埋公仔巡遊，啱晒一家大細。估計171日展期會有800萬人次入場。